后来继续要来看是这个新北市长侯友宜讲过真侪届咯，讲要来做北台湾发展的火车头。即摆佫下大湾讲大声话哦，讲未来哦，等这个淡江大桥做好势了后，嘛要甲澳洲的雪梨大桥同款，这个雪梨大桥同款，要将做台湾的地标，要来代替着台北101大楼来放这个跨年的烟火。结果去台北市政府甲呛讲，这个101的烟火吼是无法度代替啦。啊，侯友宜佫甲呛转去哦，讲这个新北市都要有更较悬的企图心。 31位国中和高中的学生出单地要来考新北市长侯友宜。市长，您是比较喜欢当警察还是市长呢？我还是给各位报告，我喜欢当警察。当警察对我来讲，那是我最感恩的地方。不管是要连任，还是要挑战2024年总统的选举，侯友宜即马抢少年人的选票，和台北市政府嘛是先并先。 这是澳洲的雪梨大桥烟火，歌剧院加上港湾大桥，每当拢有超过100万人去佚佗。侯友宜有想法，要予2024年完工的淡江大桥，未来有一个海上的平台放烟火，或者是有水母的演出，取代101烟火秀。但是台北市政府讲，这无法度取代。身为一个首长，要有更高的企图心，带着新北市要上国际舞台。当然，相对的101仍然会屹立不摇。 但是我希望我们的淡江大桥有朝一日能做得更好。侯友宜唔那一摆讲，新北市要做台湾北部的火车头，双北爱抓好平，未来要做更较大，敢若是已经在运作啊。